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欢迎收看新单元 Lisa 来吐槽。这个单元就是要来吐槽咱伫网络顶悬、新闻顶悬，也是电视顶悬看到、听到的一寡有关台语的物件，不管是台语讲了怪怪，也是事件，只要是有关台语值得咱吐槽的，咱都会当来甲吐槽。不过大家莫误会哦，我毋是要吐槽笑人的发音，因为我嘛毋敢讲我的发音着完全100%拍拢对，更何况咱台湾阁有足侪无共地区的发音，所以伫遮咧我袂去讲着发音的代志。我讲的台语讲了怪怪，是亲像迄种甲土豆讲做回声的迄种哦。娃娃 TV。好，咱即摆要来吐槽的咧是即个影片。我即件我来面对啦，我比你较有种啦，我比你较有种啦，我比你较有种啦，我咧讲啦。你是倒位种？面种也是骹种？即句话若是要讲，会当讲我比你有叫嚣，我比你较有叫嚣，也是我叫嚣比你较好，甚至会当讲我比你有 guts。无人咧讲我比你较有种的啦，伊是猪哥要开去拍种呢啦，也是又去病院验过，知影伊的种比苏贞昌较济。毋过人苏贞昌生3个，伊敢若生2个尔呢。种咧，毋是逐个字拢会当直翻做台语的，安尼翻真正是不得不切会互人笑啦。我咧讲啦。种即个词伫台语内底有几种意思。头一个是花啊、树啊、农作物遮的物件会指会当种落去土内底的迄种，亲像农民拢爱先叶种，等伊发出来才会当收成。啊，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遗传。亲像阮阿母常常讲，你这个个性就是去种着恁爸啦，你安怎就是去种着恁爸啦。好，啊，阁有另外一个意思咧，就是咧讲动物的迄种传宗接代，亲像我就是阮爸甲阮母爱的种，啊，迄种人伫外口偷生的囡仔咧，就会互人讲是杂种仔囝。啊，我头拄仔有讲到的，牵猪哥去拍种。这就是古早时饲猪的人为着要互猪母会当生猪仔囝，因就牵猪哥去甲猪母伫遐创啊，啊猪母咧就会生猪仔囝出来啊。所以拍种用华语来讲咧，就是交配啦。啊，讲起先是要表达的有种是有胆有胆量的迄种意思，啊台语的种就无即种意思，所以袂当安尼直翻啦。我搁讲一摆。我比你有种，会当翻做我比你有叫嚣，也是我叫嚣比你较好。安尼大家知影吼，佮讲我比你较有种，会互人笑哦。我咧讲啦。好，咱今仔日就吐槽到这。大家若是有啥物想要我来吐槽的物件咧，嘛拢传互我哦。我是 Lisa， 今仔影片就到这。若是有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咱要一把起赞，搁来分享出去。还未订阅关注朋友咧，嘛会一把起只订阅咧，跟拍拍片小铃铛，安尼看上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咧，嘛会Lisa会员，这都已经开始咯，啊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咧，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帮我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后一个节目再会。